经典的艺术家、经典的作品、经典的电视呈现，让我们一起共享经典。欢迎您收看由我们七彩戏剧频道为您呈现的经典回眸，我是主持人张芳。也许电视机前不少观众曾经看过上海荧屏上的一档知名的栏目《大舞台》，不过您是否还记得这个节目第一期的内容是什么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和大家一起回顾大舞台节目的第一期的部分内容。在1984年大舞台创办之初，当时的栏目制作者们为了让节目能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特地邀请了当时正在上海演出并广受观众好评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参与制作。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精彩演绎，加之当时电视工作者专业的呈现，给许多观众带来了难忘的回忆。浙江省越剧小百花演出团大多数是1980年浙江省青年演员汇演和1982年浙江省戏曲小百花汇演的获奖者，平均年龄是20岁。他们在培训的1年中，曾得到浙江省京昆越等剧种的名师以及上海著名越剧前辈的精心辅导，而他们自己更是勤学苦练，根据个人的素质条件，分别选择学习一种流派唱腔，初步显示了他们的才华，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在这一次演出录像中，有一对姐妹花特别引人注目，她们就是何赛飞和夏赛丽。说到这对亲姐妹，与越剧还真是有一段不解之缘。她们俩从小因为父母的离异而各自分开生活。10多岁时，何赛飞考入了岱山越剧团，后来妹妹夏赛丽也考入了舟山越剧团。自此，姐妹俩双双踏入了越剧行业，演出交流的机会增多，这才相识，继而相认。如今俩人都已离开越剧舞台多年，一个从商，另一个踏入了影视圈。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来回顾一下1984年在他们正值16岁花季之时的表演吧。何赛飞和夏赛丽在台上是一对情侣，台下则是同胞姐妹。现在请看他俩演出的《送花楼会》片段。从此日千世白流江山际，航海梦四海难相逢。此情一片难日子，马身投靠尽腹中。岁月光阴必容易。情书中上表心意，愿小姐连着雪衣家母永
去，旁边娶娃子个丫头甚是厉害。他说不让我进去讲话，这便是无是好啊。有了，我把刚才写好的死后之风，不免藏于莲花底下。对，啊，子凤凤啊，你回母身边已疏用，把你进。来的放心哦。到此
此地，尽管冒充王建元与世苍堂了，万不实言江上。小姐休得动怒，听笑声夜夜到来。老兄大，我为你小姐郑子凤，本来小事去找茬。我为你小姐郑子凤，改名为姓妈妈在南阳。我为你小姐郑子凤，金把功名两字房。我为你小姐郑子凤，抛下了一帮家女郎。我为你小姐郑子凤，终日里口头作业，一如断汤。烤窑那杯桃东古稀终什么？上美金锁愁难解，愁死万般更柔肠。今日里得见你千金面，真好比古今从模样。
喜爱越剧的观众们一定听说过当年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5朵金花吧？他们分别是毛微涛、何赛飞、何英、董珂娣和方雪文。这5个人在越剧界各有成就，像毛微涛就是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在舞台上塑造了很多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而师承傅派的何英则是因为其秀丽的扮相被戏迷朋友们赞誉为越剧仙子。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去看看他们20多年前在大舞台节目上的精彩表现吧。影派小生毛微涛22岁，他扮相俊逸、洒脱大方，唱腔优美舒展、明快流畅。下面请看何文秀中哭牌算命的选段，王兰英由胡狸央扮演。做礼貌三位大神，莫非就是杨家来在我上前把门开？为什么亲自把个门关紧？常看过来看不清，有了，一块啥子就看得清。一间小草房，小小香在草上发，泼墨浇一分两旁，三枝清香炉中插，荤素菜肴桌上放。第一碗八仙红灯贴堂药，第二碗有鸡鱼儿破皮香，第三碗香芹蘑菇炖豆腐，第四碗白菜香干炒千张，第五碗姜烧五道牛有牛，第六碗酱油花椒在花上，大碗一碗
酒一杯，桌上筷子有一双。哎呀，看起来古才为我做39年，看像你娘子情意长。
民众话，吉凶祸福难料定，算得准来在付钱，算不准来不要命。到贫穷山难渡，哪有人间来说明？我这一生生叫说明，不见杨家有同情，难道来因未听见？难道家中富有人？我想起了杨家家大病，莫非是富有人家来算命？我本是京都出来的王先生，大到海人的样样命，大武神家叫算命，民间要谁无良民，中等人家叫算命，台如台湾的天星，贫穷人家叫算命，不要宁自不好分。倘若家中有小儿，先生还要送礼金，到天洞里也是万送接小儿马高兴。既说是穷是说明不要你，凡事请他说一明，待我上前去上门，他是快想说明啊，不哭啊，想起了我是清晨守寡呀。神，唐山先生你记清，这流言蜚语不更难听。声声高叫不人应，高叫文秀心不停。难道我今朝虚此言？请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中楼台会议者，梁山伯由江瑶扮演，21岁。祝英台由何英扮演，22岁。
下去，想必安生。他两兄之福也完两兄此来是路过，还是带到？愚兄呢特地到此，一来与沈八大人请安，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九妹，是那一日见到道上说一回，一在家遇小九妹，长亭上边做一妹，女兄子在地等就亲。愚兄就不由你，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本该我理。
弟兄你红孩儿子看两回，那红的看上我做银杯，那白的看上你俩三啊杯。无语的生前夫妻不难配，两兄啊，我虽死也要与你同安配。玉兄，告辞，两兄。娘小妹送你一程。我们刚刚听到了范派、傅派和尹派继承人的演唱，接下来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一下在大舞台的第一期节目中，由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年轻演员所带来的法场继夫吧。林昭德由陈小珍扮演，24岁。切了他人口，用亲人进言。王千金由周美娇扮演，17岁。
家，你是此言的四杀月，找得关机在心头。夫君在应安非君，上手发得去花绿。令郎啊，你我谁想这半辈去难配夫妻到怕头。红里因果而被拒，聚散离多我言相儿，小姐呀，举人半杯还与来，我与你为证夫妻永分手。夫君应上悲君，无空去情心塞头。令郎啊，可恨老天负你衰了子孙不报应。
今天对大舞台第一期节目的回顾，我想很多戏迷朋友一定看到了自己偶像当年在舞台上的青涩模样。虽然有些演员现在已经转行从事各行各业，但他们留给我们的回忆却弥足珍贵。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在重温这一段鲜活历史的同时，也感受到了那个年代电视工作者们弘扬戏曲艺术的努力和追求。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在下期节目中，我们还会播送更多珍贵的电视资料，希望大家还是能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当然，如果你有什么想和我们说的，也可以发电邮或者写信给我们。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经典回眸，让